向新竹县长的初选发生着冲突受伤的事件。昨日下晡，有2个自称是党部志工的小姐，到台北市拜访一个73岁太太，要替立委徐欣莹来邮票，但是并无提出着证件。老太太认为对方的身份真可疑，就想要把文宣留落来作证，想袂到对方竟然把太太打，害老太太来跋倒，就做因离开了。徐欣莹办公室回应讲，因一向是坚持理性文明的选举，针对着不实的指控，严正抗议。他就拿文宣出来了，我一看到许欣莹的，我就很火啦。老太太按落去，想要为穿黑色外套这个小姐手关在内底抽文宣出来做证据，做伙去穿红色外套这个小姐出来甲掰开。佮记这个老太太秘书伫甲警告，做伙去将这个袋抢走了后，赶紧就走。这老太太徛无在，跋倒头有去哭着，倒伫涂骹袂顶袂动，两人拢无甲插，走离开现场。你家还有谁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党员，我说怎么那么？你怎么那么清楚？对呀、我说那时候的愣住，我们党部怎么党籍资料怎么可以外泄？我就非常气愤，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个资料？你说对，我是党部派出来的志工。73岁这个负责人经过验伤有脑震荡，头壳甲正边脚头有毛切伤。非常解生气的是，自称党工的这2名小姐，目睭金金看伊倒伫涂骹，拢无咧关心。就算你走在路上，你看到有长辈跌倒的时候，你难道不会先把他扶起来吗？你今天来家户拜访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国民党新竹县长的初选竞争真激烈。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甲立委徐欣莹拢想要争取，确定以民调甲党员的投票7-3制来决定。然过新埔关西甲竹北有几组少年人自称是新竹县党部志工，无提出证件，却是有党员的资料去拜访。我们新竹县党部没有派任何的党员或者是党工或者是志工到府拜访。陈建贤办公室表示讲，严厉谴责任何欺骗甲暴力的行为。徐欣莹办公室针对争议，嘛表示一向坚持理性文明的选举，严正抗议不实的指控。经过了解，这2名小姐确实是党员，到底是安怎有个人的资料，对初选敢会造成影响，会阁继续追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